呢排見到有唔少人講到一種叫做 Stalking 嘅約會現象，即係特登同一個條件比自己差好多嘅人一齊，背後嘅信念就係對方會因為得到你而付出勁多嘅努力去維繫呢段關係，就晒你對你千依百順，而自己每一刻又會有一種 I have to high ground 嘅想法。而呢種諗法，呢種現象比你以為嘅其實常見嘅。有人係因為上一次戀愛受過重傷，唔想再對一個人咁沉船，不過人又會悶，有時都想有個人陪下，但又唔想俾拍拖嘢搞到咁煩，咁咪發展出一種短期嘅需求關係。女仔閨蜜之間傾偈，有時大家都會聽到啊，我覺得你唔係好中意而家呢個男朋友，可能就係講緊 Stalking 呢種狀態啦。不過其實呢一種關係反而有機會帶俾你有更多嘅情緒起伏，因為真實嘅人際互動沒有絕對嘅掌控。開頭以為對方會更加珍惜你，所以唔會出軌偷食，或者戀愛中冇咁多要求啦。但真實嘅係，愛情中一個人嘅需求好難會因為你覺得佢比你低一級而消失。當最後關係唔好分手嘅時候，都係會對你造成打擊，你甚至會有一種都唔知自己由頭到尾喺度做乜嘅感覺，傷害到嘅係自我價值感，最後自己都唔中意自己啦。所以如果你問我，我寧願你玩多啲曖昧啦，好過同一個唔中意嘅人開始一段關係。或者你都可以多一種思維，好中意一個人唔一定要同嗰個人一齊嘅。